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阿山，欢迎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尼伯特风台所带来的雨量，造成台南过去常常淹水的所在，又搁再次淹水。虽然情形比起过去已经有小小的改善，但也是引起民众怨叹。对此，市府上午针对这寡容易淹水的地区，提出短期、中期甲长期的计划，希望未来会当予台南市民莫搁受到淹水的危害。这届尼伯特风台虽然伫咧台南无造成重大灾情，但瞬间的大雨量也是予未少所在淹水，造成民众的无方便。特别是常常淹水的林地地区，昆山科技大学附近、安南区海尾寮、安中路等等所在，市府针对这寡所在提出具体的短期、中期、长期计划，希望一步一步来解决淹水的问题。事实上，有很多工程已经发包在施工，那预计有一些快的话是在今年年底就可以看到成效。那有大部分的工程都可以在明年的汛期来完成。那除了裕一路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整个三叶溪全线浚深，那个大概要到明年的年底。那其他都可以看到市府都已经有筹措经费，也已经发包，那短期内也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那这边就是来向市民来报告目前的这个进度。关市合并以来，市府投入大量的经费进行治水，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治水工程，淹水的范围甲时间拢已经有改善。即马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治水工程，希望完工以后会当提供给市民一个更加安全的居住环境。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内政部营建署为了推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业的活化甲品质的提升，透过经济部补助，以大港、垦丁两个国家公园内8个社区作为示范社区，办理生态旅游、产业经营、甲特色农产品等社区发展。这次也选伫台南市文创园区举办3档内的成果展，希望予更较侪民众了解。内政部为了提升国家公园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品质以及社区发展，特别为大港、垦丁两个国家公园内面选出8个社区进行辅导。各社区伫个计划推动期间展现企图心，寻求有地区特色的创意商品、社区生态旅游，开发有在地特色的产点，展现相当认同感甲支持度。在计划辅导之下，各社区拢致力于开发属于家己社区的特色。为了让更加侪民众了解这个成果，也特别选伫台南文创园区举行成果展，展现近3档来成果。这个计划主要是我们营建署呢接受了经济部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会的补助我们选择了垦丁国家公园跟台江国家公园的8个社区作为示范社区我们由执行的团队来辅导它发展在地的特色的农产品跟餐食料理然后呢来辅导它，然后就研发新的一个在地的商品，跟发展生态旅游的产业来建立国家公园的品牌。那今天这个就是辅导的成果发表会那国家公园跟社区呢我想要创造双赢就是要辅导社区能够发展它的特色产业、文化文创商品这样子我想共存共荣这样是最好的一个双赢的方式。真北社区拢透过这个计划发展出属于家己社区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加侪民众会当亲身到真北社区体验因近3档来的努力，互国家公园带动社区的发展，达到双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米兰时尚发型全台34间分店，伫7月11号世界人口日这天，响应台湾世界灯梦会，G20领导9万行动，号召1000多名员工共同体验无价物件12点钟，用实际行动关怀世界上的贫困儿童。全世界人口平稳发展的同时，有真侪发生战乱的国家，儿童却渐渐伫咧减少。米兰时尚发型为了响应世界灯梦会，G20领导9万行动，调集全台34间分店，号召1000多名员工、顾客以及家属体验G2 12小时活动，并且募集20万的救难救助金。要来帮助世界上可怜的囡仔。我们米兰团队的伙伴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的哈。那我们也要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呼吁一起来邀请我们的顾客，包含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G2营队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在各位的号召底下，我们顺利的达成了我们1000个人次的共同参与这样子的一个G2的我们的营队这样子的活动。我们今天在我们这栋大楼里面就有将近有200位，我们一起共同G2。我们在我们盐水的南投科技大学也有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未来将进入到我们米兰团队的有50位。跟着我们一起G2，那也有我们的顾客，也有我们的家人，也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一样的在今天，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样子一个G2了哈。米兰时尚发型今年已经是第7届响应G230领导9万行动，该店总裁许汉忠长期关心弱势，这届世界人口日配合世界灯梦会，关怀贫苦落后国家的囡仔以外。也希望借着这个活动，呼吁民众应该重视珍贵儿童的生命权。另外，世界灯梦会也希望会当有更加侪爱心人士来响应G230的行动。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农历6月18号是地府王爷圣诞，在伫在南天宫庆祝地王爷生，将伫国历7月20甲21号2天举办各种庆典活动。除了有歌舞表演、甲歌戏以外，又为信众准备了免费平安圆、素食卤面、各过7星平安桥等消灾祈福的仪式，欢迎信众到场前往。在二殿南天宫，为了庆祝地府王爷圣诞，每一天拢会举办地王爷生庆典活动。今年的活动为国历7月20号开始，连续2天。拢邀请各种歌舞表演以及流行歌戏演出，为地王爷接受。另外，伫庆典的现场，庙方也为信众准备了平安圆、素食卤面，要来互善心大德食饱食平安，以及过7星平安节活动，互有信众平安顺遂。每一年，阮的地王爷生拢有多项的庆典活动。其中有这个过这个7星平安桥吼，咱拄则有所看到的这个这个义工吼，阮12天的义工来遮包装12生肖的这个工课，吼阮的义工若听到阮地王爷地王爷生的这个要做义工呢，大家拢作踊跃。来参加做这个工作安尼，展现着阮12天团结甲和谐安尼吼。除了过7星平安桥以外咧，阁有多项的庆典，多项庆典18下早祝寿大典，阮遮有功寺庙拢来甲阮团拜祝寿安尼吼。下晡有这个歌戏甲这个综艺团。大型的布袋戏，等非常的热闹安尼吼，而且邀请咱各界善心大德来阮12天看热闹，食平安圆，互咱大家顺心平安大单日。12殿南天宫建庙仪清朝光绪年间，
建灭至今超过140栋，50栋前改建成现墓，主祀地府千岁，当属文形圣地，天上圣母等尊神，神威广大，福德众生。12殿南天宫诚心邀请民众小姐来拜拜，共同为地府王爷祝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全台上大的农林牧业公司，已经开超过3000万，在台南马道设置Hinoki精品馆，开幕动工有23台法拉利、兰博基尼等千万的超跑坐镇，场面相当热烈。23台价值千万的超跑，一摆组织气势惊人，吸引不少民众围观。不过，这不是车灯的现场，而是为着 Hinoki 精品店的开幕来坐镇。这间在马道新开的 Hinoki 精品店，占地达到400平，展出台湾 Hinoki 的建材、创意家具精品，整个装潢会当看到业界的卡司。主要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漂亮的东西都无法一一展现出来，因为很多大的桌板都是放在仓库，然后要放在仓库，如果客人来要出来看的时候很麻烦，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可以盖一间自己喜欢的店，然后不是艺品店的艺品，就是可以结合好朋友，然后自己喜欢的东西，咖啡啊。然后结合我们的木头，这样子的一个店，可以来让大家来参观。业者无计较成本，兴建这座精品馆要推广意义，希望吸引对 Hinoki 有兴趣的朋友来到这，所以各伫店内增设 Hinoki 咖啡馆，互来这的民众会当同时被 Hinoki 的香味甲咖啡香包围。台湾新闻综合报道。配合市府文化局办理的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东东餐饮集团的傅陈师傅，甲罗力门天桥共合作，将元老爱食的土豆融入菜色当中，推出元老精灵特餐。在7月22號到8月9號這段期間，提前1天預訂，佮享有8折的優惠。羅力門天橋宮自從有元老以後，第30多天來已經出現3萬多對的營業。這次受到文化局的邀請，甲東東餐飲集團的傅陳師傅合作，推出8道菜的元老精靈特餐，不但有元老加持，而且佮請來媽祖守護，要讓未婚男女得到好人緣加好姻緣。這一次我們辦這個活動是跟文化局一起，然後我們的合作的月老呢是鹿耳門天後宮的月老，那它的特色呢，主要是我們做了情人的套餐，做了7、8樣的情人套餐。那這個情人套餐大家都知道嘛，拜館樂的是愛昂這就是趕快找到然後還有蓮子啊，這個就是結成好姻緣這一些，我們針對這一些去做一些特別的料理。其中呢，還有一道菜是做金沙炒蝦一線牽，這個是用金沙，然後用烏魚子下去做的特別料理。當然，一線牽是希望把我們的俊男美女趕快能夠湊在一起。為了研發精靈特餐，餐廳將鋪師佮特別到廟內尋求元老的指點，將元老公愛食的土豆融入菜色當中，設計出美味可口又佮有象徵意義的料理。這是因為我們在要設計餐的時候，專門到鹿耳門天後宮去參拜月老之後，得到靈感，
而且在妙方的告知之后，才知道月老他喜欢吃花生，所以我们就把花生的元素融入在部分的菜色里面。而且我们在妙方得知之后，才知道我们的月老都是以红线来牵住姻缘。那就是我们希望说，你们在参拜月老、享用情人餐之后，也能够让你们感情更加稳定。然后，其实第二道红曲、蜜汁、红烧、花生这一道菜色，就是代表说我们用排骨来入菜，就是代表你们能够经营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以及好事会发生。那么中间第三道乌鱼子炒饭，乌鱼子它本身它就是有百子千孙的意思，就是你们能够继续绵延。另外，为了响应爱情嘉年华活动，餐厅佮加倍推出优惠活动，针对10人以上，不但要赠送煮的金沙炒虾1现签这道菜，而且在8月底之前，只要有订3道，7万块以上的喜宴，佮要赠送6阿妹咸西饼，要祝福每一对真人的爱情会当久久长长。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大台南虎城杯武道运动全国锦标赛第7月10号盛大举办。今年伫高中小组别的比赛人数比起往年是参加，精彩的武道表演更是吸引侪民众到场支持。现在咱做伙来欣赏。虎城杯武道运动全国锦标赛吸引来自台湾各地参赛选手来以武会友，现场也来了侪民意代表来为选手加油。无论是职业选手，或者是各中小的选手，拢非常的投入，不只希望得到好成绩，也希望会当互现场的观众有一场精彩视觉响应。这个2016年虎城杯的全国舞蹈锦标赛呢，特别在这边举行。今天的选手呢，中生代的非常的多，也非常的谢谢我们中生代的年轻的同学已经上来了，非常的兴奋预祝呢今天的所有选手都有好的成绩。在此欢迎南怀莅临虎城参加比赛。今年的年轻选手也比过去更较多，精彩程度也未输给职业的选手。这代表武道运动的推广已经有了成效，也期待未来会当为这小选手当中出现新的台湾之光。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3届台美青年领袖高峰会议由德光中学承办，今年邀请到8位美国学生，甲台南市11间高中的学生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分享两边文化的差异，也增加台湾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英语沟通的机会。围伫同一块桌仔，美国来的学生甲台湾的高中生当日讨论研究双方的文化差别，包括这个是无共款，生活习惯无共款，以及无共款的家庭相处模式，全部拢是英文沟通。也互台南市11间高中所安排的学生代表，会当伫咧日常生活当中真自然学习英语，也进一步和台湾甲美国双方做好文化交流。这个会是跨国这高峰会哈 ，Youth Young Leader Summit。那除了是本国的孩子之外跟美国孩子东西文化、家庭文化一个比较。那早上是做讨论分享，家庭 family table 主题分享 ，they will share, they will discuss according to family culture 那下午呢就进行家庭主题的表演，唱歌、跳舞、演戏，每个学校我想都是有备而来那下午呢就是让孩子是活泼、轻松、愉快 ，they come here。And they share, they grow, they learn, and for fun, they will have a lot of fun. 我想这是成长英语的一个好机会，也提升国际观。第一天的台美青年领袖高峰会，伫咧专程英语的主持之下，各开序幕。副市长甘顺佐也代表市府欢迎大家来参加，
并基本学生爱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强调家庭安定的重要性。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医疗用微创椎体内千斤顶手术，就是将骨质绑起的部位，用椎体内千斤顶紧起来，再注入骨水泥来减少痛痛，稳定骨质的部位。该手术除了用在压迫性骨质以外，也当用在爆裂性骨质的患者身上，成为另外一种治疗选择。这名80岁老太太今年3月份伫厝内出力提物件时去闪着药，伫经过穿铁衫甲食药啊休困拢无效，后来到安南病院才诊断出是腰椎骨爆裂性骨质所引起。伫选择医疗用微创椎体内千斤顶手术以后，无到4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手术，而且登去到病房就马上会当家己落眠床。因为其实爆裂性骨折的部分是更不稳定的。但是我们发现做完之后，它的脊椎体的架构还是很稳固，就是病患我们还是会建议他穿个背架啦，比较不会去这个再不小心再去摔到啦，或者是再去忘记自己没有受伤又去弯腰，因为后续的骨质疏松的治疗也是很重要。我们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要把它后续的骨质的部分再把它重建回来。所以其实都是一种重建的过程，只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可以很快的止痛，但后续的骨质的部分我们就是需要靠药物了。在家属的陪同之下，老太太分享伊接受手术的过程，为原本疼甲只会当倒伫眠床，无法度坐也无法度徛，一直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就安尼出一个力吼，搏一个，就拢切落啦。切落就拢无才调，就阮后生身躯食咩，就拢再来互看，看就遐无，也无才调，通讲要含要讲要举起面啊，切是无力无人要信，拢无才调，拢阮大汉后生甲阮遮新妇拢伫即落，拄仔来遮，拜2因透早就来即落去挂号，拜5甲开落尔，开倒落，拜6我就当落病床骹啦，会使讲遮高明啦。采用该项手术，唔但降低病人的痛痛，上重要的是对绑起的部位进行椎体关度的重建，所以需要穿铁衫来支撑。同时，伊需要建议患者手术后必须追踪骨质密度的检测，以药物治疗。台湾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分有时乌阴顺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This